过去呢，这个宅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来争取安尼市府这个都种100边的引水源。都要地标较紧，都要做较今年，都要安尼好。相信对阮的这百姓的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宅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宅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大家好，我是秦美纯，欢迎收看2月2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将在明年2024年迎接台南400灯。台南市政府各局处嘛积极投入筹备工作，佮特别设立台南400年专案办公室，要来整合资源，统筹规划佮串联所有的系列活动。3、2、1，请揭牌！台南400专案办公室正式成立。在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这位市府局处长官议员的见证之下，台南400年专案办公室正式立牌，地点选在台南市中西区旧的图书馆1楼，所有相关纪念系列活动，拢会交由办公室进行行政统筹、资源整合，以及协助各局处推展相关计划甲活动。那2024是台南400年最重点的一个年度那包括我们的大展、大演，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量化的计划也好，
纪念性的地景地标，然后未来台南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我想在2024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展开。市府伫先前积极争取到台湾灯会、台湾文博会等国家级大型活动，市长柯伟霆也特别指示办公室，要订定民间响应台南400年参与申请办法，透过公民参与的途径，让民众以台南400年为题延伸应用，各领域产业拢会当提案。那除了活动之外，我们也要诠释我们过去400年来走过的足迹、达到的成就，那以及未来要发展的方向，这都是需要来大家一起来自民间跟官方的力量，而不只是官方，因为官方通常只会接触说我们有做了什么建设做了什么，那其实只是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只是一小的轨迹而已。但是来自民间的文化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可长可久可远的。因此，我们设立了这个台南400的办公室，能够欢迎来自各界的好朋友，包括学界、文化界扩大参与，能够让大家共同来诠释、营造我们自己的台南400。距离2024年春末一冬，市长举办结合公部门以及民间单位资源力量，共同为这个重要的台南400年立下新的历史里程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位伫东区的亚东馆，民国83年完工，因为亚东协会管理不善，被市府收回，一直到109年委外经营管理。空间用途嘛变更为艺术馆，将作为明华园总团的养成基地。目前正伫进行整建工程，预计今年10月正式营运。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为了了解明华园进驻台南市纪东馆的进度，2月3号上午伫召集人李宗仁的号召，包括委员会成员沈振东、林美燕以及东区的议员蔡小薇。议员王家珍甲詹培刚的助理，嘛拢实地前往会勘。会中优劣管理机关市府文化局甲委外经营的执行单位嘉裕国际来做简报。该计划案对民国109年签约，一直到去年6月完成点交。期间经过耐震的补强，预计今年8月完工，10月要来正式营运。就不知道它里面坏在哪里。跳了，较早死头较大心。无法度跳了就是爱做，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我们看到这个天花板有很多漏水的地方，那拆掉之后才能知道要从哪里补强，从哪里去弄。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给民外最大的支持，然后让他们真的在台南真正回归到他以往在这里重新的发展，然后再回到这里落地生根，那也让台南的整个传统戏剧可以因为他们的加入，我想台南这整个歌仔戏应该再从台南出发。这边又开始就是传承了，对，把这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我们也希望说它就是一个培育的基地。上一个会期，议员们都很关心，一直担心这边会变成文字馆了哈。那也很开心你们愿意投资，然后来进驻，特别是在东区这个区块，因为东区其实是文教区，那有很多这个不管是国中小还有成大周边学区的部分，其实第一个应该是说，真的学校未来的结合啦哈，更希望是说，针对舞蹈科班的也好，不一定是在东区，进学国小或是复兴国小，他们有舞蹈班的部分，因为毕竟有接触过这种肢体课程的话，他再来接触我们的这个歌仔戏，可能他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另外也希望说，在学校的社团，我们也可以加强的一个互动啦。我们明华园在台南创堂的时间是农历的10月1号，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在工程可以赶上。来得及吗？这样会来得及吗？我们就尽量，一定要尽量的，我们要努力，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因为4-5是一个团队啦，是，不要各自为政啦。如果你今天碰到哪个技术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要站出来。整个整建工程伫今年2月6号开工，预计半年来完工。现场明华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林振峰嘛表示，因为明华园伫农历10月来创团，希望结合今年创团94周年的活动，该馆会用伫10月来正式营运。未来朝向展演、传承加文创艺术馆来经营。立会中委员会嘛建议主办单位伫时间期间，要做好环境的管理甲维护，
另外嘛，希望嘉义国际会用个量早提出营运的计划书，并且监督来规划开幕的活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为民国106年成立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做职业灾害劳工工作能力评估甲强化计划。另外，柳营病院的复健服务嘛，量身定做个人化整体照护。伫今年双双通过职灾职能复健专职病院的认证。基美医学中心甲柳营基美病院为了协助劳灾劳工。伫个伤病以后，会用赶紧重返工作。基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06年成立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职灾劳工的工作能力评估甲强化的计划。到去年累计服务148位的职灾劳工，其中成功复工的有130位，复工的比例将近90%。我想这个主要是呢，我们过去在106年就开始承接劳动部一个计划。当我们劳工朋友受伤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工作能力评估以及强化工作能力的计划。那透过这个计划呢，我们提供我们劳工朋友一条龙式的一个复健服务。那在这个复健服务中间呢，我们利用个管的方式呢，让设计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疗程，让我们的劳工朋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恢复他的劳动力，可以快速的返回职场。那我们这106年到现在已经服务了146位的劳工朋友，那他们能够复工的回到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完成度呢，可以高达90%以上。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这样一个计划，让我们这个劳工朋友呢，一旦受伤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柳营基美病院伫去年7月加入建构职灾劳工连续性的复健服务，以一元化量身定做个人化的整体照护。到现在累计服务11位的职灾劳工，因此双双通过职灾职能的复健专职病院。专责医院我们就代表了一个就是对专业能力的肯定了哈。这可以想见的哈，就是说我们提供了更加专业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流程是连续性的，从职工职灾朋友的一个受伤，我们去做这个服务。评估、复健等等这整个部分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医疗照护。我想这个是具有很正面的一个意义在。我们职能复健专责医院今年1月2号起已经应该是已经认可了28家的职能复健医院。台南地区非常谢谢奇美医院的2个医院的参与。那未来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量能再扩大。那透过这样子的认可，我们可以一资源经费的资源。那当然还是要有劳医疗体系一起来合作，确实补助的金额未必是足够的，但是我们劳动部从劳动政策主管机关的角度来看，如果补助的金额有限，我们也可以利用重新的检讨来做一个归纳分析，那未来把补助的额度能够再拉高，这是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研析跟检讨的。基美医疗体系连接医疗加职能的复健，针对职灾劳工提供个案的管理加追踪的服务。而且伫个医疗复健稳定以后，衔接安排职能的复健，强化职灾劳工衔接生理甲心理的工作能力。上午的专职病院甲排医师，包括基美医疗体系副院长、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长，甲市府劳工局卫生局长嘛拢出席，场面盛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保持冷气甲洗衫机正常运作，专家建议每半灯到1灯就要清洗保养一届。不过，请人来清洗一届大约要开1500至3500不等。现主时到清洁整合公司提供较好的服务，要让一般人也会晓轻松学会晓清洗冷气甲洗衫机的技术。夏天吹冷气。冬天开始清洗保养，大概是每一个家庭拢必须要做的代志。但一般人上侪只会晓洗滤网，对着风扇甲冷却管是完全无头绪要安怎做，只好开钱请师傅来处理。为伫东区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特别将各种家庭清洁服务整合起来，并规划清洁课程，予有心重视清洁事业的朋友会当学习到一技之长。这项课程也开放予一般民众报名学习。我们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灰尘，
都在漂浮在空气中，所以呢，它会经过冷气的滤网去过滤，所以它所有的灰尘都吸附在滤网上面。有时候我们小孩子过敏啊，或是我们人的皮肤会很痒，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所以说，我就号召了我身边的所有朋友，我相关的一些资源，来做一个整合。然后我是期望说，大家可以有一个良善的学习环境，大家都可以学习得到这一门技术。本业是室内设计师，你为什么会想将各种清洁业务整合起来？陈庆晃表示，居家清洁产业从2010年到2023年这之间呢，发生了盗斧清洁偷窃案比例非常高，所以有鉴于此啊，我们才会想要来开办这个课程。一方面想要整合这些我们的清洁产业的人员的专业素质之外，也可以同时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学习，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应该可以怎么提高效率。陈庆晃讲，创业多年，看过不少清洁公司因为人员素质无同，时常发生违法事件。伊知影要改变这个状况，必须要为教育做起，所以开了这间结合共创清洁经营顾问公司。而这种经营模式也是全台第一间。目前伊嘛有伫全国各地开办辅导课程。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公共自行车优拜 2.0， 提前伫2礼拜假期进前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第一波总共有77站，800台自行车。到年底将有500站、5000台自行车来投入服务，而且到今年底为止，前30分钟拢免费。因有台南市会微笑单车优拜 2.0 23号正式登场。原来6单外提摆加入台南公共运输的历史。市府交通局盛大举办记者会，局长表示，第一波总共有77站800台自行车投入服务，除了宣布甲其他县市同款的费率，但市阁加码市民卡半价，到今年底进前30分钟拢是免费的好康。特别市民卡有半价优惠的服务，所以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来使用。另外是为了鼓励骑乘，到今年底以前呢都是前30分钟 U-Bike 2.0 的部分都是免费来骑乘。市长吴伟天伫交通局长陪同嘛骑 U-Bike 2.0 进场，希望2礼拜假期提供民众甲游客享受全新的公共自行车，预计年底进前完成500站的目标。同时，电动辅助自行车卖伫4月份提供服务，强调骑起来感觉足好。我觉得，而且我看到上面的那个这个仪表板那边就是说刷卡很方便，又加一个太阳能的面板啊，那个面板可以充电啊，有太阳的时候充电，有光线的充电，那可以维持这个U-Bike 的这个计费啦等等的运作，那是非常方便。强调简单省力操作，临时停车还有专用设施等全力设计台南 U-Bike 2.0， 加上每个月抽5000块购物金等促销，嘛互台南 U-Bike 2.0 VN 先轰动。租车的时候按这个你要靠卡借车还是扫码租车，这个萤幕就会告诉你下一个动作，你照着萤幕的指示下去做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随车锁，如果你是临停要去邮局要去喝咖啡，你不想还车，你等一下马上又要骑了，我们的临停这个锁车呢是把这个龙头稍微转一下，插上去之后呢它就锁住了。记者会中，在民代甲贵宾拢共同见证台南 U-Bike 2.0 的启用，嘛因为用市民卡消费有折扣，意外大大提升办卡的顺门度。台南新闻管及采访报道。首次举办的2023台南车展，24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4天的展期规划了新车大展、重型机车甲机车展，以及汽机车零件配件展。这3大主题有将近100间的厂商，422家单位要来抢攻连续假期的商机。由台南市经发局主办的第一届2023台南车展
24號伫大台南會展中心舉辦盛大開幕儀式，邀請市長黃偉哲、台灣汽機車研發策略聯盟營務理事長黃文憲、台灣理論補品農業促進協會理事長何春達等貴賓一同精彩，為展覽揭開序幕。請用剪，恭喜我們2023年台南車展正式開展。包括名車，包括新車，包括重機，包括2輪，還有包括我們台南許多隱形冠軍的汽車部品業，通通來參展。所以歡迎大家在24號到27號，總共4天的時間，來到台南，交通很方便，就在高鐵台南站的旁邊。這次展覽總共規劃新車大展、重機以及機車展、汽機車零配件展這3大主題。除了展出各大品牌新車以外，還有汽機車零配件、零星補品總共422單。展出內容以及規模攏具有國際水準，而且每天攏有小稿、社團表演以及有獎競答、摸彩等活動。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歡迎大家踴躍來現場免費換證看展。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台南市美術館邀請25位藝術家用高齡作為核心的議題，推出新展覽，叫做《時間縱向》。展出的作品甲現場的布置，攏經過卡司安排，要互參觀的民眾用無同款的角度來觀看時間所留落來面貌。什麼是時間？台南美術館集結25位藝術家，為因對時間甲生命的觀察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推出新展覽。展出的作品有相片、影片、油彩畫以及複合媒材，並分為3個主題。好，這次的展覽叫做《時間縱向》，給每個人的歲月景觀。時間指的就是我們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所經歷的時間。縱向則是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際遇其實都不相同，而有了不同的人生景觀。所以時間縱向給每個人的歲月景觀，就是源自於這樣子的出發點。那其實我們是用時間去包裝高齡的這個議題，所以我們共同可以經歷的就是時間，但不一定可以經歷老去。所以我們特別在選件的時候，有讓還沒有辦法體會什麼是老，什麼是高齡的朋友，也可以慢慢的去欣賞裡面的作品的一個感受。變老是一個，就是好像是一個比較負面，然後是不可逆的一個敘述的一個詞，但是我們講到時間的堆疊，好像就是除了生理的老化之外，我們在一個精神性或者是一個人生的經驗，其實是堆疊起來，會是一個很豐富的一個景觀。在每一間展景當中，攏有特別的卡司。在揮春的主題當中，有先前非常夯的萬壽洗衫店。藝術家以傳統洗衫店當中用人客攏無來提的衫，為阿公阿嬷來做造型並且翕相。這樣的衫也直接搬來現場做展出。還有一間果菜寫真館，現場的燈飾搭配相片以及影片，喚醒大家的記憶。而來到另外一邊，上特別的是這件。這件作品其實很簡單，它是有一杯水、一個木架子，然後一張海平面的攝影跟2個挖空的圓形，然後裡面它有放時鐘機芯，那它就成為了一種海平面，它有一個對不準的感覺，那人們會等待。那杯水則是跟攝影中的海水互相呼應，成為一種具有非常感性的構成的作品。那這也是在當代藝術處理裝置的部分比較代表性的作品。展覽的亮點之一是導演黃信堯的紀錄片《白漿區》，在展場循環播映，來呼應現場的作品，非常的有意義，值得大家前來探討。展覽展出到5月28號，歡迎大家前往參觀。台南新聞楊順懷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2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